蔡康永的情商課，為你自己活一次。第6課，稱職的分身不會讓你討拍取暖。人生嘅各種不滿，最好都能夠恰如其分咁應對，以免珍貴嘅意志力被毫無章法咁揮霍咗。根據唔知喺邊度吸收翻嚟亂七八糟嘅想法，就胡亂咁將自己跌入去活不下去嘅情緒裏面，咁樣係喺度嚇自己、混亂自己，而唔係做自己。內心混亂嘅人，立志要做自己嘅時候，會搞唔清楚要做嘅嗰個自己到底係點樣樣噶。幾年之前，我被揾去參加一個辯論形式嘅節目。節目嘅導演同我講，佢喺讀中學嘅時候睇過我以前一個處理兩代差異嘅節目，所以知道我有受過一定嘅辯論訓練。我喺學校嘅時候被指定參加辯論比賽，其實唔係咁中意噶，覺得同人哋鬥嘴，輸咗或者贏咗都冇乜大意義。直到呢幾年，我喺度同我嘅分身鬥嘴嘅時候，我先至比較認同辯論嘅意義。當我講唔過我嘅分身嘅時候，當我嘅分身問我點解呀，而我卡住，繼而惱羞成怒，叫我嘅分身能夠滾幾遠就滾幾遠嘅時候，我知道我唔係鬥嘴鬥輸咗，而我係根本冇好好咁質疑過嗰啲因為人云亦云而鑽入我腦袋裏面嘅想法。如果我有質疑過，然之後真心咁相信嗰啲想法，我再唔識得辯論，再幾咁口窒窒，亦都能夠回答到分身問我嘅點解呀。分身唔會笑我口拙，周圍亦都冇觀眾，問答只係問答，冇勝負要爭。咁唔係為咗比賽，亦都唔係為咗面子，只係為咗搞清楚自己所起嘅情緒係由邊度而嚟，適唔適當，值唔值得，係明白自己嘅生活目標先至有嗰啲情緒。稱職嘅分身唔會為咗人情世故而講一啲開場白，亦都唔會同我相擁取暖。哇，我個鼻真係好扁啊，我真係唔想做人啦。點解呀？你睇下我個鼻扁成咁，點樣做人啊？點解個鼻扁就做唔到人啊？吸唔到空氣咩？嘿，你根本都唔明嘅，快啲走開啦！呢個時候會互相取暖嘅，恐怕只能夠係另外一個嫌你冇下巴或者塊面太大嘅人。然之後兩個人一齊覺得變成咁嘅樣係生存唔到落去嘅，甚至否定自己嘅人生。但其實何必動用咁大嘅情緒嚟混亂自己呢？如果想整形，可以好恰當、理性咁計劃一下。如果唔係，咁樣就恐怕會引發一波接一波，越整越勁嘅慾望噶啦。人生嘅各種不滿，最好都能夠恰如其分咁應對，以免珍貴嘅意志力被毫無章法咁揮霍咗，咁樣係會好可惜噶。好似我喺度寫呢本書咁啊，一字一句咁解釋住我所相信嘅事，每解釋一次，我就多一次機會確認我咁樣諗到底係有冇道理，值唔值得真心相信，抑或只係人云亦云，再唔係只係喺度講緊風涼話。而家就嚟諗一個你一直都隱隱約約唔太服氣嘅大道理，可能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亦都可能係好馬不吃回頭草等等。揀好之後，呼喚出你嘅分身，讓你嘅分身問你點解呀？你試住回答睇下，如果一下就卡住，咁就代表你根本唔太相信呢一個大道理，你亦都唔應該為佢太情緒大起大落。你可以更用心去尋找更值得你信賴、更合適你嘅其他道理，你會成為一個心中更明白嘅人。